Hello， 今日我哋嚟到屯門御湖山莊，為咗屋企嘅整潔舒適，戶主揾到我哋幫手全屋翻新，希望未來有充足嘅收納空間。咁單位嘅設計都會想以簡單、溫馨為主題。咁而家一齊同大家去睇下啦。首先一入屋嚟到玄關位置，佢本身比較壓迫，亦都欠缺採光，所以我哋將廚房門轉做玻璃嘅設計，令到玄關呢個部分更加開揚。而喺門口嘅牆身都加添咗一個全新嘅，方便戶主出門口嘅時候整理儀容。旁邊亦都冇浪費呢個細嘅空間，亦都有半腰櫃同層板，可以放出門前用嘅物品。嚟到廚房嘅部分，因為廚房係屬於窄長型，而且以前嘅佈局相對其實係冇咁實用，我哋改做 L 型嘅佈局，設計出最大嘅台面空間。設計上就以淺色為主，增加整體嘅採光同埋空間感。嚟到下飯廳嘅空間，呢度有一幅好長嘅牆身，咁我哋就決定以呢一幅牆身作為下飯廳嘅主要收納空間。喺靠近門口位置設計咗一組換鞋凳，方便戶主出門口之前可以換鞋。旁邊延伸過去就係一組大型嘅收納櫃，喺櫃中間我哋都設計咗一個收納式嘅餐台，當戶主有需要嘅時候都可以拉出嚟使用。另外，客廳側邊預留咗趟門嘅空間，呢度就作為客廳嘅區域，有需要嘅時候可以拉埋趟門就可以當客房使用。成個下飯廳嘅設計上，因為戶主希望單位更加乾淨整潔，所以都以白色嘅主調加入咗木紋作為點綴，同時帶出咗溫馨同埋舒適嘅感覺。另外，旁邊嘅細房亦有休息、儲物、工作嘅空間。同樣，我哋將床頭放喺靠窗邊嘅位置，書台就融入衣櫃嘅設計當中，延伸一部分出嚟作為書台嘅空間。同樣，呢個細房亦係床尾有電視機嘅位置，夜晚可以有屬於自己嘅時間喺度睇電視。去到主人房嘅空間，我哋將床放喺靠牆邊嘅位置，同時我哋都試用咗 U 型嘅佈局設計，令到房間整體更加實用。床邊嘅大型衣櫃可以提供充足嘅收納空間，對面就係一個工作書台，上邊嘅空間我哋亦都冇浪費到，添加咗玻璃吊櫃修飾橫梁。床側邊配置燈帶，方便夜晚起身。床尾位置掛上電視，睡房形成獨立嘅小天地。最後我哋嚟到洗手間位置，我哋都選用咗淺色嘅牆磚，同時配上吊櫃 LED 燈帶，唔會令到有人壓迫，同時亦增加咗層次感。戶主選用可調節型嘅龍頭，方便洗面使用。如果你都鍾意我哋呢條片，就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